公館的後台走廊永遠彌漫着一種混雜着汗水、髮膠與金屬桁架鏽跡的氣味。那條狹長而幽暗的通道在演唱會進行時就像一條蟄伏的巨蟒腹狀，吞咽着工作人員匆忙的腳步與對講機裏斷續的雜訊。2026年的8月，香港的悶熱潮氣黏附在每一面反光板上，而就在這條巨蟒的心臟地帶，一場由數位像素構成的風暴正悄然醞釀。張柏芝的化妝間門牌號碼是07，一個在粵語中帶着吉祥寓意的數字，卻沒人能預見它將成為輿論漩渦的暴風眼。當晚的第3套服裝是一件鑲滿水晶的魚尾裙，設計師花了3個月縫製，裙擺的每一顆奧地利水晶都在燈光下承諾着璀璨。但就在中場休息的黃金10分鐘裏，那扇本該由2名貼身保鏢與1名女助理守護的門，被一隻不知從何處伸出的手機鏡頭撕開了一道裂縫。10分鐘後，一段長度僅有47秒的影片開始在加密通訊群組裏流傳，畫面搖晃，光線昏黃，卻足以辨認出那個正在更換肩帶的纖細背影。與此同時，王菲的經紀人陳家英手機上彈出一條來自某投資方的轉賬確認信息，數目是8位數人民幣，備註欄寫着環境音樂節尾款。但那場音樂節早已在3個月前因暴雨取消。而公館的舞台上，謝霆鋒正背對着12000名觀眾調教吉他效果器，他的右手無名指上還纏着上午練習時割傷的繃帶。沒人注意到他耳機裏突然傳來的監聽串音，那串音裏夾雜着一段女性爭執的碎片對話。當第一個耳光聲透過主音響炸裂開來時，整座公館的懸掛式喇叭陣列都為之震顫。那聲音乾脆猛烈，像是鼓手失手砸碎了片，又像是某種古老儀式中斷絕關係的盟誓。謝霆鋒的3記耳光，每一記都精準地落在自己的左顴骨上，力度之大讓監聽耳機彈飛出去，麥克風支架隨之傾倒，金屬撞擊地面的尖笑與耳光聲交織成一首荒誕的命運交響曲。台下的觀眾從歡呼轉為驚愕，再從驚愕化為死寂，只有那3聲回響在穹頂的鋼架之間來回撞擊，仿佛公館本身也在顫抖地質問：這一切究竟是預謀的戲碼，還是崩潰的洩洪？那47秒的影片，若以幀率24格計算，總共是1128個靜止畫面。第一個畫面是助理推開門縫遞進一杯溫蜂蜜水，第23格時鏡頭焦距突然拉近，明顯是從走廊消防栓的側上方俯拍，這意味着拍攝者預先知道了門鎖密碼的按鍵順序，因為07化妝間的電子鎖在輸入錯誤3次後會觸發警鈴，而影片中門鎖綠燈一亮即開，顯示拍攝者對數字369的排列了如指掌。更細思極恐的是，影片的第6秒處，張柏芝正背對鏡頭將左肩的刺青貼紙撕下，那是她為電影角色臨時貼上的仿生紋身，而這個細節只有當天上午的服裝會議參與者才知曉。當影片擴散至微博時，第一條轉發來自一個註冊僅3天的賬號，頭像是默認的灰色人形 ，IP 歸屬地顯示為荷蘭，但使用的文字輸入法卻是繁體中文的倉頡碼。網路偵探們在47分鐘內就比對出拍攝者的身高約為172公分，因為消防栓上那面反光不鏽鋼板上的倒影角度，恰好與07房門口鋪設的導盲磚間距形成了3個函數關係。然而就在網民們忙着計算拍攝者鞋碼的同時，另一條更為詭異的訊息鏈浮出水面，那份尾款轉賬記錄的截圖，雖然收款方賬戶名稱打上了馬賽克，但銀行電匯代碼 SWIFT 的後6位數字，竟與謝霆鋒創辦的風味國際旗下某間空殼公司的登記編號完全吻合。王菲的團隊在凌晨2點發佈聲明，措辭簡潔到只有一行字：交易屬商業合約，正常履行，與任何個人事件無關。但聲明發佈的伺服器時間錯記，卻比轉賬實際發生的時刻晚了11小時22分鐘，這中間的時間空洞，恰好夠從香港飛一趟北京再折返。而公館舞台上的那3記耳光，若以分貝儀數據還原，第一響峰直達112分貝，相當於噴射機起飛時的引擎噪音；第二響略降至103分貝，但仍超過人耳痛覺域值；第3響則詭異地只有97分貝，
卻因為謝霆鋒的頭部在擊打瞬間向右偏轉了15度，使得聲波沿着舞台監聽喇叭的指向性路徑，精準地反射向貴賓席第5排中央座位，那正是王菲的長期合作夥伴邱黎寬預訂卻未現身的位置。耳光過後，謝霆鋒的嘴角滲出一絲血線，他卻轉身對着觀眾直露出一個破釜沉舟的微笑，那個微笑持續了整整4秒，被現場17台攝影機從不同角度捕捉。後期剪輯師在慢動作重播時發現，他的瞳孔在第3記耳光落下前就然收縮，那是人體在極度清醒狀態下做出的主動防禦反應。換言之，這3記耳光既非失控也非表演，而是一種經過計算的公開儀式。隨着凌晨到來，網路上的討論已經分裂成3大陣營。第一陣營堅持影片是 AI 深偽技術的產物，他們放大每一幀畫面尋找像素破綻，甚至請出某大學圖像處理實驗室出具初步分析報告，指出影片中光線折射的色溫曲線與公館實際使用的 LED 燈具光譜有3%的偏差。第二陣營則深信不疑，他們串聯起張柏芝上個月受訪時無意間提及最近在學防身術的片段，與王菲取消3場商業演出的行程表，以及謝霆鋒在耳光發生前48小時突然將社交媒體頭像換成全黑圖片的舉動，構築出一條充滿陰謀論色彩的敘事線。第三陣營最為沉默卻也最龐大，他們只是不斷轉發、按讚、留言錯等實錘，像一群在雷雨前搬運蟻卵的工蟻，用流量搬運着碎裂的資訊殘骸。但在這些喧囂的表層之下，幾個關鍵的細節被多數人忽略了。第一，張柏芝在影片外流後的19分鐘內，就透過私人律師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了臨時禁制令，速度之快創下娛樂圈法律行動的新紀錄。這顯示他的團隊早有應對此類事件的標準作業流程，甚至可能預先模擬過演練。第二，王菲尾款的付款路徑並非直接來自簽約公司，而是經過3層信託基金轉手，最終源頭指向一家註冊在開曼群島的影視投資機構。該機構的法定代表人在過去2年內，曾4次以不同名義捐款給謝霆鋒擔任形象大使的兒童燒燙傷基金會。第三，也是最具物理學隱喻的一點，謝霆鋒的耳光聲之所以能回盪整座公館，並非因為音量過大，而是因為公館的環繞音響系統中有一套專為低頻震動設計的次聲波發生器，那3記耳光正好觸發了該設備的共振頻率，使得聲音在鋼架結構中形成駐波，持續衰減的時間比正常回音長了2.3秒。換句話說，連聽覺上的回盪都經過了技術層面的中介與放大，並非純粹的肉體撞擊所能達成。這樣整起事件蒙上一層更為吊詭的後現代色彩，無論是偷拍、轉賬還是自殘，所有的真相都必須依賴機械與數位的中介才能被感知，而中介本身又同時是扭曲與過濾的來源。在後台那條巨蟒窟狀般的走廊裡，實際上還有另一位關鍵人物，負責當晚燈光控制的工程師老麥。他在耳光事件發生後7分鐘，獨自走進監控室調出了走廊的全景錄影，卻發現07房門口的那支消防栓上方，原本安裝的廣角攝影機在事發前1小時被人為調整了角度，從原本的70度俯角轉為90度垂直向下，只拍到地板上的一灘水漬。老麥在證詞裏提到，調整角度需要專用6角扳手，而全場只有3個人擁有這種扳手，他自己、舞台總監以及謝霆鋒的私人道具助理。但道具助理在事發時正待在舞台升降台下方更換電池，舞台總監則在控制室與音響師為了 EQ 曲線爭執不休，兩人都擁有鐵一般的不在場證明。這條線索的斷裂反而讓老麥成為網路猜忌的焦點，他的社交賬號被翻出2年前曾點讚過一條批評張柏芝演技的貼文，這微不足道的歷史足跡竟被放大成動機。與此同時，王菲的尾款事件出現了更為離奇的轉折，那份截圖中的銀行賬戶實際上在款項入賬後的3秒內就啟動了自動匯率轉換，將人民幣兌換為比特幣，並分散轉入5個不同的加密錢包。其中一個錢包在清晨6點時分
向一個標記為公館維修基金的地址發送了一筆小額捐贈，數額恰好等於謝霆鋒當晚演唱會門票的均價。這種數位貨幣的幽靈路徑，讓傳統的新聞調查方法完全失靈。記者們只能依賴區塊鏈瀏覽器上的交易哈希值進行推測，而每一個推測又衍生出10個新的疑問。此時張柏芝的化妝間門外聚集了超過20名記者，他們將麥克風像長矛般戳向任何一個進出的工作人員，卻沒有人注意到走廊底端的安全門背後有一件被遺落的水晶魚尾裙，它被整齊地摺疊在一個防塵袋裏。裙擺的水晶在應急燈的綠光下閃爍着詭異的螢火，仿佛在諷刺那47秒影片所欠缺的正是這件華服的完整面貌。事件延燒至次日午後，三方陣營的公關戰術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底蘊。張柏芝的團隊選擇了一條古典路徑，他們發佈了一張手寫信的照片，信紙是帶有浮水印的米色氈紙，內容以毛筆小楷寫就，呼籲媒體尊重個人隱私，落款處還蓋上了他的私人印章。這封信在數位時代顯得像一枚穿越時空的琥珀，但其感染力卻不容小覷。許多資深影評人開始在專欄中回顧他20年前的經典作品，試圖將輿論焦點從醜聞轉移至藝術成就。王菲的陣營則秉持一貫的極簡主義，經紀公司只在官方網站更新了一行字：風動翻動，仁者心動，引用禪宗六祖慧能的典故，既不否認也不承認，留下一整片可供解讀的空白。謝霆鋒的應對最為具象，他在當晚的尾場演出中刻意重複了那3記耳光的動作，但這次他提前告知觀眾接下來是即興行為藝術，並將力度減弱為象徵性的輕拍，隨後演唱了改編版的《玉蝴蝶》，將副歌歌詞中的如何召喚你即興改為如何召喚自己。這3次公開演繹、手寫信、禪機語、改編曲，構成了3種截然不同的真相敘事模式：證據式、頓悟式與轉化式。他們彼此矛盾，卻又各自自洽，讓原本期待單一答案的群眾陷入全息的迷宮。更令人玩味的是，三方的聲明發布時間間隔恰好都是3小時，仿佛遵從某種未經協商的節奏感，讓整起事件叢生的八卦逐漸升格為一場關於當代媒體認識論的社會實驗。實驗的受試者正是熒幕前每一位急於下判斷的手機用戶。當夜幕再次降臨公館，最後一場演唱會的安可曲結束後，謝霆鋒沒有從舞台降下，而是沿着觀眾席旁的走道步行離開。途中他經過貴賓席第5排時，短暫停留了數秒，伸手摸了摸那張空椅子的擁抱椅面。這個動作被一名粉絲以長焦鏡頭拍下，放大後能看見椅面上有一根長約30公分的直髮，髮色介於深棕與黑之間，與王菲近年來維持的髮色吻合。但這根頭髮最終沒有成為任何證據，因為公館的清潔人員在凌晨4點例行打掃時，將它吸入了工業級吸塵器的集塵袋中。集塵袋隨後被送往垃圾壓縮站，與來自全香港數百個垃圾桶的廢棄物混合，再也無從辨識。而張柏芝在禁制令獲批後，透過律師釋出了一段長達12分鐘的完整化妝間監控畫面，證明他在更衣全程皆穿着貼身打底衣。那47秒影片中引發遐想的肩帶調整動作，實際上只是為了固定無線麥克風的發射器。監控畫面的時間錯記連續無中斷，且包含走廊外部視覺同步顯示門未被打開，這直接否定了拍攝者進入房間的推論，反而指向影片可能為另一角度遠距離拍攝後裁切而成。這份反擊來得沉重而清晰，但網路的注意力此時已經開始轉移，因為王菲的加密錢包在該監控發布的同1分鐘，向一個公益組織捐贈了與尾款等值的港幣，備註只有一個字：還。這個還字如同投入湖心的石子，漣漪迅速擴散，有人解讀為還清舊債，有人認為是回應清白，更有人聯想到他90年代的一首冷門歌曲《償還》，歌詞中恰好有還給你所有時間的句子。謝霆鋒則在事後第3天於自己的廚藝節目中，若無其事地示範了1到3響炮，將3顆洋蔥依次拍裂後油炸。他對着鏡頭平靜地說：
洋蔥要拍，不是切，拍開了味道才出來。節目播出後，該道菜的搜尋量暴增4000倍，但沒有人能斷定這是否為刻意的隱喻。在這場資訊洪流的沖刷下，真正的受害者與獲益者逐漸模糊了界線。公館的票務系統顯示，事件爆發後的3場加演場次門票在15分鐘內售罄，黃牛票價翻漲5倍，甚至有人專門購買貴賓席第5排的位置，只為了體驗耳光回盪的聲學效果。張柏芝的社交媒體粉絲數不減反增，新增的關注者多數是出於同情或好奇。他代言的保養品品牌在當周的電商銷售額創下季度新高。王菲的數位串流播放量就升，尤其是帶有禪意歌詞的曲目，聽眾們試圖從每一句歌詞中找出對當前局勢的暗示。謝霆鋒的廚具品牌順勢推出了一款限量版拍打專用砧板，廣告文案寫着回響越久，風味越純。商業邏輯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溫柔地撫平了所有尖銳的邊角，將傷痛與憤怒打包成可消費的符號。但與此同時，那位調整監視器角度的神秘人物始終未被找到。老麥在壓力下申請了留職停薪，道具助理則因精神緊張而請了3天病假。舞台總監在檢討報告中寫下建議未來加強設備管理後便不再發言。這些在事件邊緣被碾壓的個體，沒有粉絲替他們建立超話，沒有媒體替他們製作時間軸，他們的惶恐與困惑淹沒在總計超過20億次的網路點閱中，成為統計圖表上不具姓名的數字。而07房門口那支消防栓，後來被工作人員貼上了一張 A4 紙，手寫着故障待修，但實際上它的功能一切正常，故障的或許是他所凝視過的那段時空。從更宏觀的視角審視，這整起事件與其說是3個明星的私人恩怨，不如說是一面映照當代社會資訊生態的稜鏡。偷拍影片的快速流傳仰賴於點對點加密通訊的便利，尾款轉賬的追蹤則揭示了金融科技在監管灰色地帶的靈活性，而耳光聲的物理回盪又被音響工程的專業知識所建構與解構。每一個環節都無法脫離技術中介而獨立存在，這使得我們在追問真相是什麼之前，必須先回答真相可以透過什麼被感知。當一段影片可以被 AI 生成，一筆轉賬可以被區塊鏈混淆，一聲肉體撞擊可以被聲學設備放大，那麼傳統意義上基於感官直接見證的真實已然崩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多層次的、可操縱的、集體參與建構的真實效應。謝霆鋒的3記耳光之所以震動整座公館，不僅是因為他的臂力或音響系統的功率，更是因為12000名觀眾在那一刻共同接收並詮釋了那個聲響，他們的驚呼、沉默、後續的討論與傳播，才是耳光聲真正回盪的介質。同樣地，張柏芝的隱私被侵犯之所以引發公憤，並非因為影片內容本身有何不堪，而是因為它觸動了公眾對於數位監控時代無處可逃的集體焦慮。王菲的尾款之所以令人着迷，不在於金額多寡，而在於它牽引出金融交易背後的人際網絡與權力流動，那是現代社會中比情感糾葛更為複雜且更具結構性的暗流。到了事件爆發的第5天，香港的一場小雨洗刷了公館外牆上的海報灰塵，工作人員開始拆卸舞台桁架，將那些曾經反射過耳光聲的金屬管一件件裝進貨櫃。謝霆鋒被拍到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觀眾席中央，戴着耳機聽着什麼。事後他的助理透露，那是白噪音、雨聲、風聲與遠處的電車鈴響。張柏芝則帶着2個兒子去了主題樂園，被路人拍下的照片中，他笑容燦爛，仿佛從未有任何影片外流過。王菲在北京的錄音室裏被目擊，她正在重錄一首舊歌，製作人說她對某一個字的發音反覆推敲了37次。3條生命軌跡在短暫交錯後繼續各自延伸，沒有記者會上的淚水道歉，沒有法庭上的對簿公堂，更沒有舊情復燃或徹底決裂的戲碼。真實的人生往往缺乏戲劇性的收尾，它更接近於一種靜默的位移。每個人都調整了心裏某些東西的位置，但那些調整未必需要向外界展示。
公館的保全系統在事後升級了走廊監控，增加了1倍鏡頭，並將07房的電子鎖改為雙重生物辨識。這些務實的改變或許比任何官方聲明都更具說服力，因為他們承認了系統的漏洞，並試圖在物質層面上進行修補。最後，讓我們放下那些被倍數放大的情緒與揣測，回到一個更為根本的提問：作為資訊接收者的我們，究竟在這場狂歡中消耗了什麼，又獲得了什麼？當我們的手指在熒幕上滑動，點開一段又一段的最新進展，我們所攝入的其實是一連串經過剪輯、配音、加注解的二次創作，而非事件的初始狀態。我們憤怒於張柏芝的隱私受侵犯，卻同時以點閱率延長了那段影片的生命週期。我們質疑王菲的商業誠信，卻鮮少有人查閱那份合約的原始條款。我們震驚於謝霆鋒的自殘行為，卻又將以光星做成迷因、鈴聲，甚至混音舞曲。這種矛盾並非虛偽，而是數位原住民在認知失調下的自然反應。我們渴望真相，但真相的生產機制決定了我們永遠只能觸及其投影。因此，理性的姿態或許不在於選邊站隊，也不在於宣稱全都不信的虛無主義，而在於承認我們對事件的認知必然殘缺，並在殘缺中保持開放的質疑。王菲那句風動翻動人這心動固然玄妙，但她點出了一個樸素的道理：所有外部事件的意義，最終都由觀看者的內心所賦予。我們可以選擇將這起事件視為茶餘飯後的醜聞調味料，也可以視之為觀察媒體生態的樣本，更可以視為對自己資訊判讀能力的一次考驗。三者並無高下之分，但若能意識到自己的選擇，便已比盲目投入多了一分清醒。這場由47秒影片、8位數轉賬與3記耳光共同譜寫的公館風波，終將隨着新的娛樂頭條而沉入數位海洋的深處，成為演算法記憶中一個可以被檢索但不再被主動推送的節點。但它在我們集體意識中畫下的那道痕跡，關於隱私的邊界，關於金錢的信任，關於身體的表演性，不會那麼輕易撫平。這些議題遠比任何一位明星的個人命運更為持久，也更具普遍意義。當我們下次再遇到類似的爆卦時，或許可以練習在按下轉發鍵之前，先問自己3個問題：我看到的證據是否經過了多重中介？我產生的情緒是否被某種敘事框架所引導？我參與的討論是否能促進對複雜性的理解，還是只會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對立？這3個問題無法保證我們免於被誤導，但至少能讓我們在資訊洪流中多站穩幾秒鐘。那幾秒鐘的遲疑，可能就是理性與盲從之間最珍貴的距離。張柏芝依舊會穿上她的水晶魚尾裙，王菲依舊會在麥克風前閉眼吟唱，謝霆鋒依舊會在廚房裏拍打他的洋蔥。公館的燈光下次亮起時，會有一批新的觀眾帶着新的期待入場。他們或許不知道這裏曾經回盪過什麼樣的聲音，但那冇所謂，因為每一場演出都是獨立的宇宙，每一次鼓掌都是全新的當下。而我們作為這個時代的旁觀者與參與者，最該練習的或許是放下，不是放棄追問，而是放下對確定性的執念，放下對他人人生細節的佔有欲，放下以道德審判來填補自身意義空洞的習慣。娛樂的本質本該是滋養，而非吞噬；是連結，而非撕裂。當我們能以更鬆容的距離觀看舞台上的悲歡離合，那些耳光聲便會從震耳欲聾的回音，漸漸沉澱為一種遙遠的、可供反思的低語。而那低語，終將教會我們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我們自己選擇成為什麼樣的聽眾。